Good afternoon。亲切地用英语开场，即经伫台南北区林安路上的英语补习班正式开幕。当天请来新庄学生来音乐表演，也佮含公益团体做伙观看关怀弱势儿童的教育。创办人是伫保教业亲近18活动的克莱尔老师。我希望给台湾的小孩跟台湾的家长，对于新的学习英文方式有更多的认识、了解。其实学习英文不单单只是文本上面。对，而且还有更多是在我们所谓的生活实际操作层面里面。现场唔但有 AI 智能闯关游戏，伫招生说明会当中，也佮展示全新设备，跳脱传统模式，使用电子白板做教学。上课的时阵会当跟学生多元互动，也佮有侪系列教材，互学习英语更有效率。我们跟外面一般坊间的补习班差异非常的大，我们不单单只是给小朋友原本他应该学习的，我们也衍生出许多的科技项目，让孩子能够在从中学、从中做、从中使用英文。为着鼓励学生，奖品也佮唔是3C产品，是用上行的泡泡玛特红仔以及乐高积木来代替，期盼学生的语言能力提升之外，嘛会当快乐成长。台南新闻台采访报道。